立法院长苏家全的弟仔，也就是立委苏贞昌，讲党主席有甲承诺，要甲列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。讲党若无照约束，伊会退党参选。苏家全的太太洪庆珠嘛要退党选民党的立委，到时会甲民进党的张嘉宾强绑。苏家全讲，伊无动员派系回角到民进党的中执会，家己嘛反对太太参选。 不要继续的要挟、威胁党中央。会安尼讲，拢是因为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名单，立委苏贞昌讲，党主席杜英泰答应讲会进入安全名单内，不过后来因为有报道咧曝光，苏贞昌恐惊牵涉到上市公司集团不法动用资金案件，民进党就开始重新考虑，和苏贞昌进不满。昨天又听到苏振兴委员说了一些我觉得非常不智的话。 不要在这个时候还要威胁党中央。有媒体曝光，立法院长苏家全为了保这个孙仔苏贞昌列入不分区安全名单内，动用派系成员和拜三中执会留会。没有，我哪有能力来背个中执会的会议？中执会39人，我平常就很少参与中执会各项的事务，所以我没有能力。 苏家全否认，不过针对党中央消息，这口就是连三番。因某洪永珠拍算用无党籍的身份参选民党的立委，成立竞选总部，强绑是党内要连任的蒋嘉宾。我还是要重申我个人反对我太太的参选。敢有法度甲主动，恐惊要有真济变数。